伫咧嘉义六卡遮的安宁家园是嘉义县第一间机构，专门咧照顾脆弱家庭的囡仔，也为着要协助遮的囡仔呢，会当伫成年进前，会晓讲安怎照顾家己，互因进入社会、独立生活会当愈顺时。安宁家园呢是成立家备工作坊，就是要教因功夫，希望因加甲社会来接触。走卡斗做点心，外口我的无因送煮好的咖啡，而且合适的员工拢是一寡弱势家庭的少年囡仔。安宁家园配合天主教家旗教区，做伙开这间咖啡店，唔但紹介機構學員的作品，更要互少年囡仔佇遮學功夫。家己都會互囡仔安排國高中生來遮做學習。那學習的部分就是因為我哋囡仔就是基本上伫出社會進前會社會適應，比講後擺伊出社會時，甲學咱個社會較會使馬上做接軌上。嘉義縣社會局表示，來到安置機構的囡仔，攏是因為拄到重大變故，或者是家庭功能無健全，有一個實施工課的所在，或者囡仔成年要進入社會進前，會當先來做準備。15歲以上之後，我們就要想辦法幫他找未來的出路，因為他未來在社會裡面就是他一個人。所以以我們的話，我們會在就業啊、生活啊、自立啊，做各方面的協助，可以學到一個新的體驗。希望可以來這邊打工，可以跟不認識的人互動。安寧家園表示，這個囡仔離開安置體系了後，若是出現自閉的心態，佇社會加減會拄到適應的問題。希望透過這個咖啡店，問候校園學習工課的技能，累積相關的經驗，嘛，互因重新培養自信。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